揭開福音嘅奧秘，誰是創造宇宙萬物的神？福音嘅第一個奧秘就係有關神嘅真理嘅奧秘。如果我哋要明白福音係乜嘢呢，就先要認識神。呢個就係創造天地宇宙萬物嘅主。有一日，發現地心吸力嘅科學家牛頓邀請一位無神論嘅朋友去到佢屋企嗰度，展示俾佢睇一套十分精密嘅儀器。係乜嘢儀器呢？原來呢個係一座9大行星環繞太陽運行嘅模型啊！佢話俾呢個朋友知，佢話呢個複雜嘅儀器，你而家睇到喺你眼前呢個，原來係有一日我打開屋嘅門，有一陣大風將外邊嘅嘢吹咗入嚟，就突然間變成呢一個咁樣嘅模型，即係話係用唔同嘅碎片胡亂嘅組合咗而造成嘅，唔係我自己去做嘅。佢個朋友對佢講，一派胡言。呢一座精細嘅太陽系統模型，一定係有人精心設計同埋製造而成嘅。因為如果係有一個設計，後面就一定有一個設計嘅人。奇怪嘅就係，儘管冇人會相信牛頓嘅太陽系模型係偶然組合而成，但係好多人就相信，比呢個模型唔知道精密同埋複雜幾多千萬倍嘅宇宙，再加上其中嘅生物，竟然係機緣巧合所產生嘅結果。呢個確實係令人難以明白，點解人會相信喺呢個統計學上邊難以置信嘅怪論呢？有一位著名嘅生物學家咁樣講，佢話生物因為物質偶然組合而成嘅或然率probability 就係等於一部字典喺一個印刷所裏邊爆炸而產生嘅嗰個或然率係一樣嘅。世界絕唔可能靠自己嘅組合而產生，創造嘅背後一定係有一位創造者嘅。基督徒相信宇宙係神所創造嘅，因為聖經一開始喺創世記第1章第1節就已經講啦嘛。起初神創造天地。以賽亞書喺45章12節都講到，我造地，又造人在地上，我親手鋪張諸天，天上萬象也是我所命定的。2000年前，保羅呢位新約聖經其中嘅一位作者，佢喺佢嘅第2次宣教旅程裏邊咧，就嚟到雅典呢個地方。當時呢座城係充滿偶像啊，可以講話係滿天神佛。保羅就要傳道嘅，佢就呢個時候就着急啦，因為城中間仲有一座壇，上面係寫住未識之神。呢啲雅典人乜嘢神都信㗎，連一位唔識嘅神都擺埋上去，仲為佢做一座壇添。佢哋恐怕遺漏咗其中一位神呢，就唔係太好啦。所以保羅就講咗一篇信息，就將佢哋未識之神嚟到介紹出嚟。經文係咁樣講嘅，我就將呢段經文嚟到讀俾大家聽。《使徒行傳》第17章第23節開始，我遊行的時候，觀看你們所敬拜的，遇見一座壇，上面寫着未識之神，你們所不認識而敬拜的。我現在告訴你們，創造宇宙和其中萬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麼，自己倒將生命氣息萬物賜給萬人。他從一本造出萬族嘅人，住在全地上，並且預先定準他們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們尋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實他離我們各人不遠，我們生活動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們作詩的，有人說我們也是他所生的。我們既是神所生的，就不當以為神的神性
像人用手藝心思所雕刻的金銀石。世人冒昧無知的時候，神並不監察，如今卻吩咐各處的人都要悔改，因為他已經定了日子，要藉着他所設立的人，按公義審判天下，並且叫他從死裏復活，給萬人作可信的憑據。呢一段係保羅所講嘅一段嘅解釋介紹呢個未識之神係點樣嘅一位神。總括嚟講，呢段經文就係話俾我哋知，我哋所信嘅神係創造宇宙同埋其中萬物嘅神，係天地嘅主。佢唔住喺廟宇裏邊或者係殿堂裏邊，更係唔會用石頭或者係木頭嚟到造成嘅像。佢唔係人所創造嘅，但係佢創造人，佢將生命萬物都賜俾人。佢定下我哋嘅年日同埋所住嘅疆界。神係掌管我哋生命嘅主，佢係我哋可以尋求嘅，係離開我哋眾人唔遠嘅，係關心我哋嘅，係愛我哋嘅，係可以親近嘅。最後佢仲會審判天下，因為佢係一位公義嘅神。舊約嘅聖經稱呢一位神做耶和華，佢有好多個名嘅，都係有意思嘅。例如耶和華以勒，就係話神有預備；耶和華尼西，就話耶和華是我的升旗，是我的得勝；耶和華沙倫嘅意思就係神係我嘅平安，佢使我同佢和好；耶和華拉法，就係話神係我嘅醫治。呢啲都係我哋比較熟悉嘅名字，呢啲係舊約聖經對神嘅稱呼。喺新約聖經裏邊就只係稱呼神就為神，為天父或者為上帝。有人問，你能夠證明神嘅存在嗎？答案係我哋既不能證明神嘅存在，亦都唔能夠睇到神。雖然係咁，我哋卻能夠察看到在我哋四周嘅彰顯神嘅事物。羅馬書第1章20節，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有一個故事係咁樣講嘅：從前有一個阿拉伯人，佢住喺沙漠嗰度嘅。有一日佢要去遠地嗰度去，過咗一段時候，佢就翻嚟，就見到佢個帳篷，發現帳篷裏邊係一團糟。佢就立刻知道曾經有一隻駱駝走咗入去佢嘅帳篷度搞亂檔，然後走咗。因為佢點會知道呢個係駱駝呢？呢個阿拉伯人雖然睇唔到已經走咗好遠嘅駱駝，但由於沙地上留下駱駝嘅足跡，佢就毫無疑問知道呢個不速之客曾經到訪嘅就係駱駝啦。同樣嘅，神喺呢個世界上邊留下明顯嘅足跡，我哋只需要張開眼睛就會睇到神奇妙嘅創造。我哋亦可以經歷到神實在喺我哋生活當中嘅，我哋能夠感覺神嘅同在，我哋祈禱嘅時候佢會聽嘅，並且係將我哋所求嘅嚟到賜俾我哋。神亦都係藉着聖經同埋聖靈同我哋講說話。我哋唔需要先睇到神先至相信，如果我哋肯相信，就可以睇到神啦。約翰福音20章29節嘅下半節咁樣講：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所以我哋唔需要睇到先信，我哋睇唔到都信就有福啦。我哋係需要有信心嘅。希伯來書11章第3節咁樣講：我們因着信，就知道諸世界是藉着神的話造成的，這樣所看見的並不是從顯現之物做出來的。我以前嘅工作係做頻譜管理嘅，
乜嘢係頻譜呢？我常常都要同人解釋呢個咁抽象嘅嘢係乜嘢。頻譜嘅英文翻譯就係 spectrum， 佢係一樣好奇怪嘅嘢，佢係睇唔到、摸唔到、聞唔到、聽唔到，但係佢又確實存在嘅喎。因為所有無線電嘅系統、機器都係靠住佢嚟到運作，連同我哋常常用嘅手機啊，如果冇頻譜就唔能夠用啦。有一日，一個主日學老師就叫啲學生去外面嚟到揾神啊！佢點樣揾呢？佢就俾咗佢哋一個望遠鏡啊！好奇怪，唔通望遠鏡可以睇到睇唔到嘅神咩？過咗一陣，啲小朋友就一個一個就走翻嚟話俾呢個老師知道，我揾到神啦！有一個小朋友話：我揾到一朵好靚嘅花，係以前都未曾發現過嘅。另一位同學就話：我睇到樹枝上有一隻好靚嘅雀，我仲可以聽到佢唱得好好聽嘅歌。第三個同學翻嚟就講：我揾到兩隻松鼠啊，喺好遠處嘅草地上邊跑嚟跑去，互相追逐。老師就十分高興啦，因為佢揾到神嘅創造，領受到創造後面嗰個創造者。呢啲都係大自然嘅生物，係神嘅創造，係從造天以嚟就有嘅嘢啊！同學都明白啦，揾到呢啲創造物就係等於揾到神啦。聖經話：如果人看見神，就一定會死嘅。呢個就係喺出埃及記33章20節所講嘅。嗰度話：你不能看見我的面，因為人見我的面不能存活，所以我哋係唔會用眼睛嚟到見到神嘅。有幾條題目俾大家思考一下。第一條，如果我哋唔能夠證明神嘅存在，咁我哋能唔能夠證明神嘅不存在呢？第二條，你覺得我哋係唔係要每日都要憑信心過活呢？我哋信任開巴士嘅司機，信任開飛機嘅機師，信任我哋嘅家庭醫生，或者係教導我哋嘅小朋友嘅老師，我哋有見過佢哋嘅證書或者工作牌照嗎？第三條，我哋係唔係只能夠相信眼可以見到嘅嘢，睇唔到嘅嘢，我哋就唔信呢？第四條，如果宇宙同埋所有細緻嘅平衡加上設計都係偶然而嚟嘅，咁造成萬物嘅第一份物質或者係元素又係點樣嚟嘅呢？第五條，你能唔能夠話俾我哋知，先有雞抑或先有雞蛋呢？